另外，这个冲突伫南海，中国和菲律宾伫南海有主权的争议。进前伫遮的海峡，中国的无人机和船只就强制去影响菲律宾的运补。而且是由美国伫马尼拉主办的峰会论坛顶悬，菲律宾就指控中国是这个所在的制造麻烦的源头，而且是造成无稳定的源头。美国这方面头家是由印太司令的高阶将领，伊对外表示会和菲律宾来参详，看美军安怎护航菲律宾。这是进前中国海警船舰伫萨比纳礁附近海峡包围菲律宾运补船只，阻挡菲方运补离岛驻军的情形。更加早进前伫不远远的主比礁附近海峡空中，菲律宾渔业单位的巡逻机和中国放烈焰弹来扰乱飞行。菲律宾政府因此指控中国是南海地区上大动乱的来源。In this region, China, although without saying it, and I'll say it for you, is the biggest disruptor of international peace in the ASEAN region. 这一连串事件凸显南海地区紧张情权，各个有主权争议的岛打随时拢有可能因为意外事件来引导直接的武装冲突。对此，美军印太司令部设伫马尼拉主办一场区域防卫论坛。会后对着记者提问，代表美军出席的印太司令帕帕罗公开指出，无排除由美军护航菲律宾的运补甲巡逻的船舰。Certain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sultations, every option between the two sovereign nations in terms of our mutual defense, escort of one vessel to the other, is an entirely reasonable option within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帕帕罗的回答是真小心，因为美菲虽然有协防的条约，但过菲律宾的宪法甲法律明文禁止外国军队直接参与菲国境内战斗。若是护航中途甲中国船舰无人机发生相撞，一定让这个紧张的局势是更加严重。菲律宾政府也讲，正看来也无到要启动美菲协防条约程度，说讲运补也有巡逻任务，现阶段也是靠菲国家己来做。广视新闻，徐嘉玲编译。